花，修剪，朗塞。哦，鼻涕，鼻涕流出来了，太经典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也吃太多了吧？他有真的吹泡泡哎！阿姨来了，对不起妈妈。哦，来，讲内内。哦哟，好乖哟，好棒。导演看到他回说是谁呀？就是表示他完全认不出是我，应该蛮成功的。连艺文，你前面拉好，连艺文都把我。但我没有办法往上看。哇，我特别出来看。抖音有够赞的，你第一摆做抖音呢，嘿。啊，这是懵掉还是安怎？啊，唔知是懵掉还是好运，还是顶世人有运。我怕我咧疯。但是来了之后，真的没想到尺度这么大。本人从艺以来尺度最大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想看我露，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。我人说时尚玩家、平安大主厨啦，还有黄金传奇啦，哎呦，全部都烂。拍戏的感觉就是精准到位，所以跟他合作起来特别过瘾，不会拖泥带水，行云流水。是一个音色小小的画面而已，然后本来剧本里面也没有，然后导演就想要让整个剧情更丰富、更有趣，他就想了这个桥段。我觉得就大家很用心。不是，好哥。乾坤到丁，绕得滚滚。会多。阿三炮，朱正中。呀，你只是真品不能假假，我爱的是他。因为毕竟我也出过太多张专辑，不能说谎，你看你自己看没有？我就跟制作人讲说，不能找我来录，因为一录一堆唱片公司找我出唱片怎么办？我爱的是他，是玩啊！实在是对不起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些原本我们觉得难的就变得不太难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一样烂。的情感的声音来录这一个主题曲，我觉得一听就知道，就是很棒的那种声音的表演。然后我觉得傅薇姐又弄得很可爱，就她很多那种对话高低，甚至情绪。对于两个女人微妙的关系的那种情感的表达，这是我觉得非常惊艳。我觉得就是找到傅薇是我们这出戏很大的一个福分，就是做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。